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苗栗通宵的镇长陈汉志，互人甲检举，讲伊甲伊的这个前机要必须办理太阳能供电业者申请专区的时阵，疑似讲收这个科米奖金额超过600万。检警出动来搜索，约谈到相关的人员，认定陈汉志甲伊的必须甲厂商3个人涉嫌贪污收钱，而且可能会来串口径，所以裁定3个人收押禁见。对于环境部分造成了一个伤害。苗栗通宵镇长陈汉志真前捌因为发挥收真济纸钱，互检举空气污染出名会失嘞，造成社会大众部分的困扰，在这边呢，先向社会大众及县府长官致以歉意哈。这摆洪检举和姓陈的前机要秘书来处理太阳能供电业者申请专区的时，处理办公用工田，敢若共收红包金额超过600万，和姓传的厂商3个人互收押禁见。认定镇长陈汉志，还有前机要秘书陈姓的被告涉嫌收受贿赂等罪嫌，另外还有一个蔡姓的厂商涉嫌行贿罪，认定他们犯罪嫌疑均属重大。那目前初步统计呢，不法所得超过600万元。陈汉志目前无政党，2016年高校的校长退休，退休了后常常参加地方弱势服务的工作。2018年以政治素人当选通宵镇长，这么好的形象，却因为共收红包，后面写拢害了了。